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将天敞开，求主你的荣耀降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邀请弟兄姐妹，可以走去后面或走来前面，跟他说：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一起来敬拜，挥挥手。活泼一点，活泼一点。很多木头人哈，好，没关系。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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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接下来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你是我盼望》。要上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
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要上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灯火，它不熄灭；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主，你是我盼望。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定肯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你定恒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这一生都要跟随着你。主，我们气息，我们的生命都是属于你。主，祈求你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知道有主你这道光。感谢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聚会都有主你的旨意在当中。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
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 请坐。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总是在我们身旁，谢谢你一直爱着我们。主啊，当我们被自己的罪、困境和失落所压倒时，我们常感到离你的平安很远。但你的话提醒我们，你的慈爱与怜悯从未离开过。你是一位满有恩典和信实的神。虽然我们常常偏离你的道路，但你依然耐心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常因骄傲、懒惰、不顺服而远离你。我们愿意悔改，将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盼望来自于你。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挪去我们的骄傲与冷漠，帮助我们在悔改中重新得力，经历你的恩典与平安。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心要单单等候你，因为你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因此我要仰望他。我们愿意用信心等候，因为知道你的拯救必定来到。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的黑暗，你的光总会驱散一切的阴霾，将我们引向永恒的盼望与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在悔改中看到你的信实，在等候中经历你的慈爱。愿我们的生命因你的恩典而更新，愿我们的盼望永不动摇，因为你是那位带来救赎与更新的主。主啊，这时我们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好，我们翻开周报，我们来看公祷事项。大家持续为我们的教会的肢体，还有为着接下来的感恩节、圣诞节，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中。我们来看教会消息。我们来看第二点，今天下午2点半是我们建成福音篮球的年度冠军赛，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去观赛，精彩可期。再来第3点，我们下礼拜是我们感恩节的主日，特别注意哦，我们是合堂礼拜，9点半开始合堂礼拜。
礼拜当中我们会进行大手牵小手向上献心献营的行动，回应上帝1年来对我们的带领跟护佑。好，礼拜后我们会将举办1家1菜感恩飨宴，用餐完后大家不要急着走，我们有圣诞布置，各团契的会长要来我们一起来配合。好，那咱们看第4点，爱餐热线。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热线，现在目前早上是剩24个啦，现在应该我还刚没看，但应该有稍微降一点，所以大家赶快去抢哦。那再来最后那个第5点，教会补助款申请日是12月1号，所以团契的会长跟辅导要注意一下。我们奉献的明细大家自己来看哦，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来向会计处更正。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耶利米哀歌3章17节到26节。好，请帮我下，谢谢。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心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讲到今天一节牧师带来的是悔改带来盼望。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特别为了在加护病房病榻中的吴老长老来祷告。主，我们看到你在建成这么多年来，带领许多弟兄姐妹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你的竿扶持的我们，我们仍然相信，你的杖、你的竿依然要扶持吴老长老度过这样的难关，而来到青草地、溪水边，享受你永远的喜乐跟平安。主，我们将这样的事情仰望交托，愿主你施恩施怜悯，也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里程当中，我们能够紧紧依靠上帝你的怜悯跟慈爱，成为你尽忠的仆人。愿上帝你今天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眼睛的心眼，也让我们能够勇敢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在那十字架上牺牲的爱。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一节牧师来到建成第8年哈，然后其实那个来之前牧师馆有整理，可是其实没多久之后我们就觉得牧师馆的那个厨房其实就不是那么顺，不是那么顺。我想说我使用上也还好好，反正只要水多一点，它就会满出来那我们只能就是慢慢，那也这样1年、2年、3年、4年、5年、7年过了那用起来卡卡的，但是总是能用嘛有时候回想我们生命的当中，是不是常常有很多恶的那个心思意念，就好像这个水管一样，常常堵塞在我们心里面，也可以通，但是又不是那么的通，放在心里面了很久。所以牧师要问你，会想面对它吗？会想要把它处理掉吗？今天我们要透过经文耶利米哀歌3章17到26节的经文，
先知耶利米先知，他为了耶路撒冷圣城做的哀歌。我们首先来看那个17节到20节啊，那个刚刚大家也有读了哈，17节到20节其实主要是描述什么？描述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圣城啊，原本是百姓在宗教上面最后的盼望。我们都知道，后来有假先知跟先知嘛，哈，假先知就跟他们说，只要这个城在，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很平安，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去悔改，我们不用去做调整。可是如今我们看到这个城毁掉了，他们所谓的平安哦、福气、好处，都离开他们了。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没办法明白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先知跟他们说平安平安，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攻破？我们的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吗？但是其实耶利米先知他早就看清楚了，会让以色列遭遇这么大，并不是真正攻击他们那个巴比伦，北方的巴比伦，或者是对他们在南方里面那个地理位置那个埃及，其实真正攻击以色列百姓的是上帝自己。上帝早就透过做先知，不断的呼吁在罪恶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要离开所有的恶，而且怎么样？离开恶还不够，还要心存怜悯，行公义，好怜悯，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是这样的，你所犯的罪恶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心呐，哈，有时候哈，男女朋友或夫妻哦，吵起架来哈。那个说话哦，都特别的狠，有没有？这边有夫妻吵过架的吗？这对夫妻有吵过架吗？就你们两个，就你们，没有哈，没有哈，好。那个人心的恶，有时候比石头还硬啊。先知这样苦劝，没有用啊，没有用。一直到主前5586，耶路撒冷被巴比伦这攻破了，他们才突然恍然大悟了。而且这个攻破其实呢，城毁了。我们现在听这个故事，可能觉得还没什么，故事都城毁了啊，然后百姓被杀了啊，然后人被掳走了，好像也还好。其实是蛮恐怖的哦。等一下牧师再讲下去，你就其实是很恐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耶路撒冷陷入像地狱般黑暗的情境啊！我们常看那个前阵子嘛，耶路撒冷。还有哪里被攻击？乌克兰。其实这样的战争，在我们目前世界各地，你看乌俄战争、以巴战争，好，我们觉得那个都离我们很远。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外在的，可能公司行号、公司的霸凌的，或者是我们内在自己里面的。很多属灵生命的战争，不是吗？牧师来讲一个例子哈。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有一个客户，非常好的一个客户，他已经到40岁了，但是他一直想，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他们家自己做生意还不错，他一直想结婚，一直想结婚。他虽然长得没那么漂亮，但也不至于说所谓说抱歉哈。好不容易他结婚了。我也很开心，可是后来听说他那个先生外遇了，而且还会对他家暴、动手动嘴。听说他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然后牺牲掉一栋房子不要，然后脱离了那2年被内在外在这样整个残破的一个。等到2年后，我再看到他完全变一个人。我讲耶路撒冷被掳，其实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吗？在耶利米哀歌，我们都有读耶利米哀歌2章20节到20节，说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恐怖的景象。当战争的时候，会缺少粮食，没有粮食了。经文说，妇人吃他自己所抱的婴儿啊，妇人吃他自己所抱的婴儿啊，没得吃人。祭司、先知本来是应该带领弟兄姐妹在圣殿敬拜的祭司跟先知，竟然在
圣殿被杀，许多的人在街上也被杀死。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情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不断的在发生。可能你可能在生命当中比较顺利，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有时外在的攻击简单，但是内在的那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有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要对他的拣选的子民，让他遭遇这样的一个困境？刚牧师有在读到诗篇23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没有人要来一起读一下啊？好，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致死，他引领我。好，刚牧师有讲了哈，其实我们在我们人生命当中都会面对很多的死因的幽谷。牧师不晓得你现在的死因的幽谷是什么，在场当中一定有人有。但是诗篇23篇让我们知道，上帝用他的杖让他的竿，就是在赶羊的那个棍子，他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然后有狮子、猛兽来的时候，他用那个来击打猛兽。可是呢，在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他本来是一个好牧者，他化身成为野兽。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羊群，他自己当他的羊群受伤，羊群四散，甚至当他的羊群呢，整个被掳走。希伯来书12章第6节这么说：因为主就是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我想在信仰旅程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被管教的提醒的时候，也有鞭打还手收纳的儿子。弟兄姐妹，来到21世纪的信仰的这个情境，在如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思想一直在无形当中吞吃我们每个人的心。对外面人来讲，他们是很正常，所以他们没有吞吃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走。可是对我们知道有信仰的，其实那个是根本不一样，是个吞吃我们的心。让现在的教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慢慢陷入信仰上面的无知。什么无知？我们常对上帝的认识不是很深，好像隔了一层那个纱一样，雾雾的。我们常常不小心将上帝当作是什么？交换的上帝，有求必应的上帝，成功神学的上帝。不是吗？现在很多教会是这样子，有这些想法，是因为我们内心还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私意为出发点，说认为上帝应该是怎么样的上帝，而不是让上帝自己成为上帝。有时候我们要控制一个孩子，我们希望孩子从小虽然不要输在起跑点，但是我们觉得你就是要该去哪里补习班，你就该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我们把孩子限制成他不能当他自己。那我们也是把上帝认为上帝应该是怎么样的上帝，以至于我们常常将上帝的能力限制在一个盒子里面，甚至我们会将我们的上帝像一般外面拜的神明一样，供奉在那个桌上。我需要他的时候，我把他请下来。因为这样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偏差，让我们无法在信仰旅程当中真正经历我们所谓的那个上帝是怎么样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牧师有一次去景美教会讲道，就问到在座的信仰旅程当中信多久？来问一问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神迹奇事？竟然没有人有嘞！竟然没有人经历神迹奇事。如果我没办法在旅程当中，我们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承认上帝的主权。当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如何的时候，我们就会坚定的顺服上帝的安排。我们有那个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另外，我们的上帝不只是创造的上帝，
我们在我们的上帝也是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啊。我们常说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耶稣受过苦，他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跟软弱，我们不要硬撑着。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心门很难完全的打开，我们跟牧师刚讲，被那个私欲、自我中心堵住，就好像牧师讲的，牧师管那个水管堵住一样，水管堵住，它会变成久了变成一块一块结块，堵住了，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限，对上帝的认识都停在很浅很浅的部分，没办法经历耶稣如何透过信仰团体，你每一天每个时刻告诉我们，上帝的怜悯临到你，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上帝的慈爱其实是跟你同在的。当我们没办法这样经历的话，我们在这样恶性循环的信仰底下，我们其实就是跟着来做礼拜而已。我们就说的嘛，拿香跟拜一样，你真的不晓得，就好像我小时候，我就是跟阿嬷拿香跟拜，我也不晓得阿嬷到底在拜什么。问阿嬷的时候，阿嬷说不要讲话，神明很大，你不能乱讲话。我就不讲话，我就拿香跟拜。我们这个信仰也是。我想希望你也希望说你在信的是什么，自然而然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会受限制。顺境的时候你可能有信心，但是当逆境来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信心。为什么这个病痛会临到我们家？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更不用说，到底台湾现在5%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培养出对上帝那个敬虔的心？敬虔是敬畏，也有点害怕。我们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我们有随时渴慕的上帝，然后坚定倚靠上帝的。当很多人在做不法的事情，我坚持就是不做，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我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很浅很浅的一样信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我们最后会不会如耶利米那个时代，那个以色列，最后经历被上帝所消灭的事件？上帝会放弃我们？其实上帝已经在放弃了。当我们没有按照上帝彼此相爱这样的诫命在走的话，其实上帝都在放弃信仰群体，甚至某一些人。我们看到长老教会其实有一些的教会跟机构，我们最近大家都知道，教会的机构有一个叫真理大学，有吗？现在真理大学是属于长老教会的啊，听说现在很怕被政府收走了哈，因为快破产了。当人魔不彰，当很多的人进到里面，不用信仰去建造这样的一个宣教师这样成立的一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惜的。我们之前也常听到马街，对不对？宣教师创立医院是为了那些需要内心或者外在需要的那个台湾的百姓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很多的人希望说有一个位置，然后可以去里面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互相的攻击，纷争不断，没办法彼此相爱的来发生。这个就是对信仰无知跟偏差所引起的。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建成教会，对不对？我们都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牧师一直相信上帝是一定会审判的，而且审判不是以后，此时此刻，其实上帝就会审判。但牧师也更相信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上帝也是愿意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21节到22节。21节到21节是耶利米在祷告当中，他说，在21节让牧师看一下，他说，当他想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心里就有盼望啊。他想起了什么事？他想起了上帝的怜悯跟慈爱的时候，
我们不是会被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我们不是会被消灭了。以色列背叛上帝，受上帝大大的管教，甚至将他们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失去了盼望。但在这样的情境底下，耶利米在他的祷告当中，他看见黑暗当中有一盏光一直在闪着，就是上帝是怜悯慈爱的上帝。这样的怜悯跟慈爱，可以带给人内心极大的安慰啊！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会犯错的。从小到大到现在，说他从来没有犯错，我想不可能。这样极大的安慰，就好像会让我们的石头心，本来很坚硬的心柔软。这样从石头心变成肉心，这样的转变就是一个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我愿意放下自我。当不管是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离开我们那个怒气的时候，转头走向创造我们主那里的时候，机会就来了，机会就来了。我想男女朋友应该有吵过架哦，有没有？那个或者孩子在那个生气的时候，当爸爸妈妈原谅他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情况就不一样。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场弟兄姐妹，牧师再讲一次，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犯错，牧师也是一样。但是上帝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并且真实的在上帝里面悔改，真实的上帝里面悔改，真实在上帝里面的悔改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盼望。也就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啊！我们一起来读23节到26节来。这个生机，23节是应该是基督徒常常听到的一段经文，耶利米哀歌。我们常常经历很大的苦难，晚上可能很长，但是我们常常睡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因为上帝会亲自除去你的困难，医治你受伤的心。24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25节说：“我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26节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看到从23节到26节，耶和华上帝的名一直出现。当人愿意在上帝里面悔改的时候，就是连接上帝的那一刻开始。也就是那一刻开始，你开始充满的盼望，重生的一个盼望。怎么说呢？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上帝会亲自成为你的帮助跟保护。上帝会开始为你征战，你不再孤单一个人了。因为人只有依靠上帝，才可以度过苦难跟难关。人靠自己其实是没办法了。昨天礼拜六，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事工的研讨会。事工研讨会其实也就是教会整个年度的总体检。上午召开长执会，下午2点是各团契的事工研讨会。中午我们的新旧长执我们去餐厅吃饭。过程当中，我们也欢送了我们爱珍执事哈，我们感谢他这一任的长执哈，我们教会一任长执是4年，但是这一任长执特别久，这一任长执是2020年5月31号就任，到12月29号，也就是到12月30号，也就是有4年半的时间。我们感谢爱珍执事哈。成为那个金会长老的左膀右臂，那个尽心尽力在宣道部服侍哈。那牧师也代表教会哈，因为昨天是他最后一次的长执会了，长执会哈。那谢谢你这个为教会的服侍，谢谢哈。在过程当中，我们那一桌哈，
突然不知道怎么大家数算恩典，数算这4年半的恩典。突然志梅牧师提醒说，这4年半其实我们经历了个全球的疫情大爆发了。我突然想，对哦，我想人都健忘了，大家是不是健忘掉了？除非还有戴口罩的人可能还记得，因为牧师不太喜欢戴口罩，所以我忘掉了。对，这4年半其实我们经历了全球最恐怖的疫情大爆发，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隔阂、恐惧、害怕。教会更是从有教会开始，第一次没办法实体做礼拜，来这边做礼拜，只有牧家5个孩子，我们家5个人自己在这边做礼拜，然后你们在线上做礼拜，这是从来没有的。这个4年半也有很多的长辈过世，也有是因为新冠肺炎过世的。这个4年当中，我们也经历了本来是现任的长老弘毅长老，61岁也走了，我们很多的不舍。这4年半当中，也在场的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师会好像也是其中一个，遭遇身体上面很多的压力跟病痛去住院。你去淡水住院，好恐怖！我会回想起来，这4年半，我当初被停医吓死了，吓死了。但是这4年半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不太协调、不太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感谢上帝，上帝在建成教会里面，他成为每个弟兄姐妹随时的帮助跟安慰、扶持。疫情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建成教会跟很多教会不太一样，我们依然积极的，不管用任何的方式，线上、电话。我们互相的彼此关心带导，以至于当疫情过后之后，我们很快，其实我们的小会也是很激动的哦。我们要不要恢复爱餐？我们都是很快的，然后敢不敢？我们都用看政府怎么样，我们就怎么做，有的教会不是哦，已经我们恢复爱餐1年了，他们还没有恢复，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担心，所以人一直也没有来。我们不是，我们大家很同心合一的讨论。我们看到长子同工弟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队内，我们按着意向建造我们建成教会，成为彼此相爱，很多人愿意委身服侍的教会。我们今年开始，你看那个又有善后小组，很多人从来在家里不煮饭的，那个志明不在哈。志明，我看他在家里，志明医生我看他在家里应该也不煮饭洗碗的哈。来这边他就在洗碗他洗碗帮忙弄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在对外的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今年对外已经奉献了50万。我们不是一个很富裕，然后这边有很大有钱企业家的一个教会，但是每一次原住民来，他们来不只是在金钱上面感动，他们常常写了很多给牧师，他们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去有的地方拒绝他们，然后他可以感受到建成那个热情度不一样。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社区长辈这几年来慢慢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很感动。那个在周报里面看到社区关怀基点很多的奉献都是社区的长辈，他们很感动，他们愿意支持我们浸会带领的这个志工，他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还有我们等一下还有篮球队昨天我看佑书讲的时候哇也很感动这样子建成篮球队福音篮球我们今年第5年嘛，一个教会要弄一个这样的福音篮球，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钱是好办，1年10万那个财务我觉得好，我们那么多的同工愿意委身在这样子我也觉得我们2位牧师蛮不容易的一直陪着你们这样子。很多牧师中午礼拜完只有1堂礼拜完之后他就没事了我们也是要弄到4点弄到4点，然后回去我还要帮大家洗球衣我还洗球衣晒球衣但是感谢主，我觉得上帝我服侍得很开心服侍得很开心。牧师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礼拜6这样的一个总体检的一个事工总体检呢？因为和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悔改带来盼望，
悔改回到上帝的里面，其实只是第一步而已，而是悔改到上帝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行动，我们要行动。所以悔改在某一部分是一种谦卑降下的一个行为，我们开始要臣服在上帝的底下，这样的信仰团体，这样的信仰的生命，才可以带来很大的家庭的祝福，或者信仰里面的祝福是很不一样的。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3章12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符。耶稣说：“自甘降为卑微的人，上帝会把他升高。”可是我们都知道，世人是怎么样？世人都想占位置，以至于上帝会把他拉下来。有时候牧师在处理很多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啊，不，家族里面的纠纷的时候，其实牧师是很难过的。每一个人都要争。另外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保罗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力量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来彰显的。”悔改代表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有限的，那我们这有限的。在这4年半的时候，牧师看到建成弟兄姐妹大家都调整都改变了。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愿意为了这个团队里面，我们不求名分。就是刚艾珍讲，我不一定要当这个执事的一个位置，他希望说执事这位置可以给更多的年轻人，但是他一样会协助那个金会长老，在宣道部里面的一个，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礼拜六他们来切菜，他们默默的。建成教会，我们尽力的是实践耶稣爱的诫命。什么爱的诫命？我们队内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主动的去关心、去扶持，甚至默默的祷告。那我们对外呢？刚刚我讲了，我们不管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篮球，其实那些福音朋友他们也很感动，我们这样子，关心他们，甚至学生来打球了，我们不收钱，然后社会青年来打，每一次我们收100块，那学生那个我们都不收钱，我看他们很开心，他们也很有礼貌，从刚开始来打球的时候那个动作跟那个。但是慢慢，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像一个，虽然还有了火气会很大，我相信今天总冠军赛火气还是会很大，这边火气最大的是佑书佑书只要上了球场就变一个人了，那个是他很讲那个真赢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就会自己带领我们建成教会，不是牧师在带领，也不是长子在带领，上帝会自己带领我们教会成为让人家看到的光，愿意来学习，也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教会。最后，牧师回来讲牧师馆的水管，牧师实在忍不下去了。然后有一天就找一个水电了，因为之前有找水电的，那个水电一直不来，那牧师就换了一个水电了。那个水电就来清理。他说第一个，牧师馆的那个水管的洞在这边，但是我们那个水管的是这样子，它就弯这样子这样第一个已经塞了，第二个是我们5楼，水管在5楼那个大的水管在5楼。整个完全都塞住了。他说：“牧师，你这个不是塞住7、8年的问题，你这个大概是从你盖好之后已经塞10几年了。”果不其然，那个水管他拿一个机器进去挖，很多的东西跳出来，都已经结块掉，好恐怖哦！我看他在弄，拿桶子去装，整个，意思说他如果这边疏通也没用，他这边疏通，我6楼疏通没用，原来是5楼的下面不通啊。这边有那个立安是水电专家了，下面没有通啊，现在通了。牧师每次洗菜、做饭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水很顺畅。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就像葡萄树一样，我们要连接那个葡萄树。当我们常常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那个恶，我们就会离开世界价值观对我们内心的吞吃。悔改不再是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人。那天去小贾跟婉柔家的家庭礼拜，小贾的 PPT 的最后一页，牧师要来引用。最后一页哈。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不再是一个人。当我们悔改，我们就会经历从绝望、苦难当中，可能还没有离开，但是我们要战胜苦难跟盼望的那个能力。小贾的那个影片就用了一条船一样，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条船在大海中航行，常常会有风浪，常常会有岩石来攻击我们。但是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带领我们，就好像这个岩石在这边，但是会把我们的船往上提，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航行。我们的苦难，我们的难题虽然还在，但是我们依靠了上帝，我们战胜这个苦难。就像嘉禾万事兴一样，昨天牧师在告别式对那个不是昨天，前天在对那个遗嘱安葬的时候，他们的遗书叫做主训，叫做嘉禾万事兴。嘉禾万事兴不是说你忍耐一下，哈，我们让家里安安静静，不是。嘉禾万事兴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这个嘉禾才有办法万事兴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爱里面，我们要学习忍耐。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愿意委屈，我们愿意牺牲，这样我们的嘉禾才有办法万事兴。最后，我们一起起立，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你是我盼望。要上芦苇，它不折断；像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路程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路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要上芦苇，它不折断。要上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灯火不吹熄，将残灯火它不吹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路程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路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双手，你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
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主，你定恒双手，你定恒双手，为我生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个祷告。当我们承认我们愿意悔改，绝对不是软弱的行为。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硬着我们的心，我们也不用太特别武装我们自己。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从实心换为肉心的时候，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应许，他愿意用他钉痕的双手来带领我们，扶持我们前面未来的道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恒的见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最后可以下去享用爱餐，双方可以交谊请安。